有快乐，大气层。真假的正好。课本都是鸽子的，很棒。是哦，104吧。看你相信学习。啊？拿了不够。来，第4啊。啊，复习一下，因为讲的大气的分层。来，第2开始，第1层你看，第1层你看，对流层对吧？来，又起来。第2层你看，平流层。来，又起。跟你看，系啊，回心口，回心口，空气层，打上广告，高频增温层，增温层啊。哦，对。哎，要不然后面无因抓你啊。老问题上重要的问题。咱甲分做这4层，是根据啥？根据什么？咱你有讲过哈，你要甲分，你要做任何分类分层，你一定有一个根据。你像咱的地球的分层。分成地函、地壳、地函跟地核，是根据什么？个别的。咱地球的分成地壳、地函、地核，是根据啥物来分呢？袂记起啦。组成成分。会记袂？地壳的成分是啥？含铝的细酸盐类，地函的成分是啥？含镁的细酸盐类，上重要地核的成分是啥？不是细酸盐的哈，地核的成分是啥？金属，以铁镁为主的金属。所以越分层是根据组成成分来分。咱的地球跟分做岩石圈跟软流圈，最后是根据什么来分？岩石圈跟软流圈，这根据上面来分呢？是不是它的状态？岩石圈就是咱讲没有可塑性嘛，软流圈就是有可塑性。好，所以你的根据无同，你的分法就无同。来，咱另回讲，分成这4层，大气分成这4层，根据什么？评估上面，你想要被混色的气质，敢有颜色变化？无嘛？彩虹是颜色变化嘛，分红橙黄绿蓝靛，它是什么变化？什么的变化？来，你看迄条红线，你看迄条红线，课本图迄条红线，画是啥？温度。温度，一层一层的交界代表上面温度的反转，温度反转就交界了。你看对流层是咪愈来愈低，愈来愈低，低到上底，会做无用的。
那就无用啦。加到上底开始变卦的时阵，做变卦反转的时阵，就代表下一层开始。你个会愈来愈悬，愈来愈悬，到温度上悬的时阵，佮反转的时阵，代表佫是分界啊。所以到中气层，全部温度上低的所在，伊佮反转啊，对下一层增温层。大家好，温度是分成这4层的根据。好，来，所来咱这4站有啥物重点？再来是对流层有啥物特别所在？对流层上特别所在，咱拢画伫遐。我们日常活动范围都在对流层。你一个时间内遭遇对流层，给你坐飞机、坐长程客机的时候，你会为对流层遭遇平流层尔。你平常时爱无代无志，你爬山喜马拉雅山有没有突破对流层？无哦，喜马拉雅山8公里尔，你搁爬喜马拉雅山的顶端，你分伫对流层内底哦。除非你以后要开战斗机，长期也是讲开太空梭，也是做太空人，你敢有心要做太空人？做太空人足艰苦的哦。做太空人你的太空不6天了后你倒来地面你连行路都袂晓行路，因为伫外太空是无重力状态，你的回来的骨头都没有受到重力，所以你到地面重力的时候，你拄我的身躯来要挡，你的太空舱里面做甚的？你在太空船里面你有想过无？要安怎食物件？太空人的食物你咱要来倒一杯茶。太空人敢有法度安尼？无爱倒出来杯，规个杯嘴啦。伊若食一个饼干咱的饼干屑来涂骹伊的饼干屑规个杯出去啊。四周都是饼干屑。那你就会想到一个问题：上厕所的时候，咱的尿尿便是不是不东进去马桶？你若在无重力的太空，会发生什么状况？出来就是天女散花了啦。所以那个太空人的马桶爱安怎？你爱开起来有一个吸力的装置哦，你一出来就要吸进去哦，它就要吸进去哦。吸进去之后呢，你觉得它会不会把你的排泄物带回地球？会，不会，不会啦。太空船那重量加一个当要从那个东西又没有用，所以它吸过去之后又怎样？噗出去了。外太空做顶的对无？所以你尿尿便噗出去了后是结冰，液体固体全部块状，就算你拉肚子也是马上结冰。结冰它就飘在太空了哦。你飘在太空也飘50天，因为太空人拢伫地球附近啊，它才会拄着地球的重力，总安怎？像流星雨安尼，然后被地球吸进来，然后就加速往地球，然后万一太大块落地之前还没有蒸发完毕，有一个安尼行落去，空。这里是太空人的尿尿，对啊，这个千载难逢啊，千载难逢。所以这太空人
不要简单啦吼，不要简单啦。来，对流层各种的天气现象，因为它上下对流，云啦、雾啦、风啦、雨啦，拢叠这一层。换句话说，到平流层是安怎？无啊。所以咱航程飞机在飞平流层，原因就是讲，它完全没有天气现象，啊，肯定，你是什么代志？我先互恁处理好，好，我等你啊，等你，要处理啥先处理好，啊就安尼，恁也艰苦，我也艰苦，吼，帮上一下啦，嘿，我这足尊重的啦，吼。好啊，甲我讲者，我开始上课。啊，好啊未？啊，好啊吼。啊，处理好啊吼。这长恒科技的现象，引免开。迄个燃料去对抗气流，所以做平稳，做平稳。啊，平流层内底有一个特别就是臭氧层，臭氧层是遐，大概在伫个20、30的所在，臭氧层是上济的所在。来，这臭氧层近年咱有一个破洞，啊，毋过就因为。咱这破洞后壁讲着蒙特罗公约，就是讲咱人类伫个人造卫星品牌化，这臭氧层哪会破空？臭氧层破空伫对岸知？臭氧层破空搁伫南极的上空，我爱海洋企鹅，无海啊！这毋是企鹅问题，伊空愈来愈大，最后规个地球拢破空的。你规地球臭氧层破空，我来讲，你要安怎？你出去袂当你见光死哦。紫外线照着迄皮肤拢皮肤癌。你记得咱伫差不多5亿7千万年前，那地球臭氧层还没形成的时候，所有生物只能住在海里，而且还要住很深，因为可能海水很深的海水才能挡住紫外线。黑臭氧层形成，才到浅海，才上陆地来。动物啦，植物无惊啦，植物不会惊，动物的细胞。所以臭氧层是安怎会破空？臭氧洞安怎来的？一种氟氯碳化物。是安怎咱用氟氯碳化物？第一。冷气冰箱的冷媒。第二，喷雾罐。咱的喷雾罐有2种喷雾罐，一种是气节喷节、气节喷节迄种喷雾罐，一种是你气落伊会喷甲全部了，像迄杀虫剂迄种，还是啥物鞋子芳香剂。鞋子芳香剂那种，是毋是你一直饲掉，伊就一直喷甲全部了？是安怎会安尼？你若饲一个喷一个，免讲，是你饲落压力。你有买过一种杆仔嘛？就是那个瓶子中间不是有一根吸管？你要空瓶子，你给它装水，有的这样压，有的这样压的，有没有？那个美妆店都有啊，小北都有在卖啊。压一下，那就跟吸管一样，往里面吸个1厘，然后喷一次出来。压一下喷一次，压一下喷一次，那个力量来自你的手啊。毋过迄种饲落一直喷甲了，是安怎会安尼？是安怎会安尼？伊会安尼表示，甲迄个灭火器相共。干粉灭火器一定是把它的药剂连同一个气体很高压的装在里面。平常压力就很大，你饲落那些气体就带着药
做伙一直混，混加啥物？混加伊的内外压力平衡，唔是混了哦，袂混加了，混加内底气体伊大气压，混落伊内底可能，譬如说20个大气压。啊！你气落一个，一直减少，19、18、17，一直混到上尾剩一大气压、内外压力平衡，这时候它就不会了，不会再喷出来了。填充这个药剂的气体，依照就是用活氯碳化物，因为什么呢？拿那个填充，那个气体不是药。它只是混合的去把药带出来，把什么杀虫剂啦、芳香剂带出来。唔跟那种气体，它的特点，它一定要很稳定，伊袂甲内底有起化学作用，它不会起化学反应，它的性质很稳定，自己也不会发生化学变化。迄阵它甲活氯碳化物就是这一种很好的东西。唔过现在。它也无毒哦，它也无毒哦。你让我们填充有毒的东西下去，结果推起来发现，原来它被对流层带到平流层的时候，活氯碳化物开始吃臭氧的分子，把臭氧怎么样？吃掉。不是啊，没有东西会吃不见，它会让臭氧分解，再变回氧气。而且它一颗分子可以分解成千上万的臭氧，不是1比1哦，不是一个干掉一个哦，它一个会干掉成千上万的臭氧分子，所以臭氧洞可以安尼形成。你讲想到你南极上空啊，企鹅有没有开冷气？也没有在用那个。迄气儿是倒霉啦，是安怎？咱的大气是流通的，它会聚集活氯碳化物，造成这种效应有2个因素，一个就是什么封闭的气候系统，大家都集中到那里；第二个就是天气冷。这个南极的上空正好符合这2个条件，所以南极上空的臭氧层优先被吃掉了。企鹅蒙受了不白之冤，这无法度。大气是连通的，海洋也是连通的。你海里乱污染，到处都会受影响。空气也一样，所以这臭氧洞，现在我们禁用活氯碳化物，所以咱今麦想到叫做环保冷媒，就是我们又找出不会吃掉臭氧层的冷媒，以后大家都填充。有没有人还继续用那种会吃掉臭氧层的冷媒？有，法规禁止了，但是怎么样？有人还用，为什么用？为什么他们要用？便宜。对，便宜，成本低嘛，成本低。你讲，你用这，借问臭氧层破掉，你敢无代志？有代志嘛？你就安尼讲，为了趁钱，我爱性命，性命重要趁钱重要，当然性命重要不过你还会做这种无道德的代志，因为讲嘛。这就是我在强调的，人不用教道德，把人教聪明的就有道德。你单纯教道德，那就会变阳奉阴违道。表面跟你说不会，是对他狗皮倒灶的事。脱离人性没有道德。我来甲你讲，你做这件代志会对你好，按过这种好是整个真正的好，不是追求尽力的那种好，人就会有道德感。所以因为人卖用
迄种吃掉臭氧层的人没，你就要让他有知识，然后会想，伊会想讲，伊会知影讲，我想到袂当用这种冷媒，因为这种冷媒吃掉臭氧层，是安怎臭氧层吃掉多严重？因为你处理会得皮肤癌，所以你赚偌侪钱，你拢无路用。他如果有这种概念，他也会不会去干这种走私这一种违法冷媒的事？就不会了啦。对了。后来中气层，中气层的特点，土层的特点，空气最低温的地方出现在这里。好，它增温层那个极光啊，好，它只是稍微形容一下，简单地回共回。来，另外，大气的成分在离法拢二轨啊，大气的成分降从最以上，但第一名对无？降偌济？对的，78嘛，4%嘛，氧气降偌济？21嘛，加起来偌济？78加2偌济？99，剩1%以上。第3名的以上，氩气嘛，你讲加起来不是100%啊，唔係都有0.0幾，就是包括你的什麼二氧化碳啦、水汽啦、什麼空氣污染物一大堆，這種的微量，所以這種的攏叫變動成分。啥那伊叫變動成分？就是講伊的比例足少的，你甲它小可一個量，會當改變伊的比例。给我举一个例啦，水汽哦，我告诉你，水汽在热带海洋上空，它可以超过第3名哦，可以到4%哦。不过它在热带沙漠上空，它也到0，几乎就是完全等于0，一点水汽都没有。但是全球平均起来，它还是少于1%。好，所以伊个叫变动成分，主要成分不是拢袂变，是你要伊改变，就会氮甲氧，你要伊改变伊的比例，你爱足侪量。氧气毋是无变过哦，别恐龙时代氧气吼，会当到30%几哦。你知影无？我安尼讲，你敢袂有一个问题？是安怎咱知影恐龙时代的氧气？咱坐时光机无恐龙。哼，恐龙来讲，恐龙来讲，根据我的论文研究结果，当时真的到氧气，比例是35%。几亿年前地球的氧气含量，咱想哪会知？另外看过《侏罗纪公园》，侏罗纪公园，伊的恐龙 DNA 为谁杀来？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琥珀啦，琥珀是安怎来的？对，数亿对不？几亿年前的数亿，它去包住几亿年前的蚊子，几亿年前蚊子叮过那个恐龙，吃过伊的血，迄内底有恐龙的 DNA， 结果伊规包起来，要形成一个隔绝任何东西的密封状态。包起来啊！所以咧，科学家用咧浆落去，蚊子的血个新鲜呢。虽然内底几亿年的抽出来，内底有恐龙的血，找到恐龙的 DNA。那你我问你，它包下来会不会什么东西也没包到，就包到空气？会啊，做水琥珀内底有气泡啊。迄阵伊包起来气泡是不是伊形成迄阵的空气的成分？对。所以科学家只要后里把气体抽起来去分解，就知影，就知影几亿年前空气的成分。我甲讲，迄阵的氧气会当到30几%呢。我来讲，莫怪迄阵的恐龙会当遐大只，那个都有关系的。所
身体越大，你需要的耗氧量愈侪，所以你今仔来用恐龙掠啊，今仔你这个氧气的比，我甲你讲，逐只恐龙拢得气喘病。我氧气不够了哈，大家恐龙给它气喘，因为现在氧气比例无法让它们吃力，啊不，这个我都还甲你讲过啊，生物想要演化，是被环境逼着演化，为什么？不演化活不下去，就简单的，达尔文的。适者生存来讲，你演化过来可以适应环境的，你个活落来，无你个挑你，就简单的，适者生存，所以生物才会演化。深海那个鹦鹉螺都唔会演化，何必演化呢？我的环境又没有改变，几亿年来我就是这样长这样子。不过，空气成分变了，所以生物就越来越小只。不是恐龙尔，以前迄个什么剑齿虎，足大只的，恁看过迄个《冰原历险记》的？以前迄个长毛象嘛，足大只对不？那个古时候生物都一只比一只大，连海里那些鲸鱼什么。都比现在体型大很多，嘿，有够恐怖的！以前海内底一只迄个鲸鱼会让甲一台70机的客机飞大呢，遮大只，以前遮大只有路因，因为会当食别人，结果落尾较大只会安怎？饿死。因为大只容易腹肚枵，腹肚枵才有足够的食物，不过细只拢逼了了啊，一吹鹅拢爱枵死。你不要觉得掠食者很好呢？草食性很衰呢。草食性只要躲过掠食者，它就活下来。掠食者捉不到草食的来吃，它就怎么样？饿死。草食的不用怕没有草吃，但是肉食的要怕它抓不到草食，因为草不会跑啊。草食现在说你这草不要跑，它回来给我吃。他们说假吧，哪里造啊？所以你不要以为狮子老虎很好呢，他们都欺负弱小，所以弱小只要跑给你追，让你追不到。你就饿死了、食物链的安尼啊，食物链的安尼。好，来，温室气体这讲过啊，空气污染，空气污染这足重要。咱爱知影一种 PM2.5，空气 PM2.5是安怎恐怖？你的鼻子、气管、纤毛什么都挡不住，它小到直接进你的血管里面，进你的肺部微血管里面，直接进你的血液。就问它是什么成分？恐怖的是，它可能是任何成分。以前你化工厂金属工厂出来，你内底迄个微粒有重金属成分，它进入你的血液，那个重金属会溶进你的血液呢，你就变成摇滚乐手了，你就开始去唱重金属摇滚，无啦，这无讲啦吼。你有哪个听迄个重金属的无？有。重金属跟摇滚乐无讲哦。就我有给我听到，对。你拿重金属有很多派别，那个门派像北欧吼，北欧那种国家吼，有一寡邪教吼，有一寡叫做，你是海长。
有那个什么黑死金属，迄演唱会足恐怖的哦。迄演唱会只要用限制级哦，不是讲色情啊。他演唱会曾经有主角哈，那个主唱哈，抓一只蝙蝠把他头咬掉哦，然后底下嗨的像什么一样哦。其实我跟你讲，那都是表演，那都表演，你不要以为是真的。有人以为讲，我来讲点做好笑，我唔来我安讲袂过。迄阵中国人吼，北京啊、北京吼，选了一团北欧的黑死金属团，可以用或崇拜邪教，看起来拢迄落真正迄个蝙蝠的头夹掉迄种来吼。因来北京吼，隔天要开演唱会，伊就讲来，我请恁食物件。伊带伊去食啥？找一鼎迄落麻辣烫。伊讲这是什么？这无啥，这个是各种内脏啊。我们很平常，对不对？麻辣烫内底一定。猪心啦、猪肝啦，啥物拢伫内底。结果一团金属，5个人、4个人，都要连夜搭飞机逃回他们国家去了。哦，中国人好可怕哦，他们吃那种东西耶。有冇？你唔是黑死金属，唔是迄个演唱的时候拢伫台顶去甲蝙蝠的头夹落来。我想讲，这恁应该做好的啊！我请恁食这做好的，唔知。惊到连夜坐飞机逃回自己的国家，演唱会开天窗啊！吼，所以表演归表演哦，表演是为了气氛啊，真正是什么哈？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咱这空气污染最重要，咱来花一下课，来看但是对流层来对天气现象，来云甲雨。云，来，这大拢做小啦。地面的空气上升，地面空气上升会形成云，对不？理化有恶鬼，想让地面空气上升到高峰来形成云。来，一团空气从地面升到上面，请问你压力怎么改变？压力怎么改变？地面压力大还是高空？高空。地面。咱下骹压力要大高空，理化呢？大气压力呢？要理解啊？大气压力不是每升高100公尺会降低多少吗？大气压力要哪来？你头顶上空气的重量啊，你爬越高，你头顶的空气是不是变少了？所以大气压力就变小嘛。所以你的爬山也是飞机飞去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鼻仔会怪怪？是安怎安尼？你的鼻仔是安怎怪怪？因为你的压力改变，压力改变啥？你若往上升，你的我们这个耳朵里面有一个腔，这个腔嘛吼，它在地面的时候跟地面一样，假设一大气压，可是高空外面变小了，里面还是一样，它会把你的耳膜怎样？往外推。这阵你爱安怎？很简单，你怎么解决这一种？捂耳朵。吞一个口水就好了。为什么吞一口口水就好？因为咱这耳朵跟咱的嘴夹吼，有一个管子，平常是被肌肉挤住的。
可是当你做吞咽口水动作的时候，它会暂时打开，暂时打开它就你也搞不好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气体排出来，顺着你的嘴巴出去，达到内外压力平衡。小港压力下来的时候，变成外面压力比较大，那就变成反向空气进去啊，还知啊吼？你的压力会变小，它根据热学呢，温度也会变小，这时候里面水汽就会达到饱和，它就会凝结，给形成云。好，好，形成云的落雨，咱来看79页有3种雨，第一种叫对流雨，咱甲拄仔讲的地面空气对流，对流旺盛的时阵，云层就会变厚。对，形成下雨，好，所以咱热天的对流会旺盛，所以热天夏天雨后就会形成雷阵雨，这叫对流雨。来，第二种地形雨，这个咱迄个冬天的时阵是安怎北部遐拢会落雨，因为东北季风沿着中央山脉往上爬的时候，空气被强迫抬升，就是迎风面才会落雨。北部伫东北季风都在迎风面，所以这个风，这个空气翻山越岭到南部变成下沉的时候，伊的水汽拢落了去啊。水汽下完了，所以咱南部的冬天足干燥。来，第三种锋面雨，锋面咱有讲过啦，吼。所谓锋面就是冷暖地空气交汇的地方，这个冷空气来，暖空气缠起来，所以暖空气柄呢，伊会有些爬升。所以，不管是对流雨、地形雨、锋面雨，你讲发甲讲伊的雨的形成对地面的空气爬升，即是讲这个爬升是啥物造成的？对流雨为对流造成的，地形雨为地形造成的，锋面雨就是冷暖空气的锋面造成地面空气往上升，给形成雨，给下雨。很平安。温度较低就变成迄个连地面也结露，0度以下可以结霜。来，咱讲一下湿度。你会看到。所以会有习惯啊，因为它来讲湿度啊。